明天找纪检委。赶紧录像啊！明天找纪检委，知道吧？到侦查机关。看到了吗？我非身份和外账。我就要吃饱饭。中国共产党支持我们吗？你来这儿啥都看不见。警察来了啊！警察来了。吸一碗，吸一碗，吸一碗。120先把人拉走，你搁这来吧，兄弟！我说嘛，打人打呀，你打呀！他拿警棍打人。别动人，别动人，先别动。